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下一步嘅有吃到阿群妹，我有些边抽冇，去卡讲边有下些冇，冇唔错，因为也差唔多有2年的时间，我就当认真啲嘅食空天的东西，韩国甲运通，故说我当日都啲嘅酸卵白质或者酸蛋白质。故说，我根本要同大家来分享我下一步嘅最近当將食嘅一種食材，就係雞卵。上來同下雞卵要按到嘛個底色，就嚟同大家來好好分享嘅咯。細細嘅來分享，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對桃園來嘅青後生嘅青年農民咯，分享劉子睿分享。祝青年好，大家好，我是桃園平生強農劉子睿，向大家介紹有關於雞蛋的知識哦。分享。青後生很年輕的子睿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係爸爸係客家人，爸爸是客家人。二分之一，爸爸1/2客家人，2/2，哦，1/2混闽南。混闽南，你從小在哪裡長大？都那片台。從小其實後來爸爸創業之後，我就在大溪長大了。哦，所以好發呀，一滴滴嘞，有特別去練習一下下。是，你要說。特別請朋友來練習，古時候今日就來同大家來分享，今日分享幾學嘅。不對，不是說給學嘅雞卵，給學嘅雞馬上嘅雞卵，母雞生的雞蛋嘛，對不對？這其實跟我們頭擺大家可能冇按底做一個我們講這個雞蛋的這個蛋農，算來給工作嘅時間，會有那條辛苦嘅事情，同單純學雞肉嘅雞農有嘛個冇共用，今日就好好來問一下子睿哦，子睿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身為一個生產雞蛋的這個蛋農，算來你一整天24小時，你的生活作息是怎麼樣？基本上我大概5點半左右就起床，跟着雞馬，跟着母雞一起起床。其實主要就是天一亮，其實雞就醒了。其實我反而還稍微輸它一點點。哦，你有小賴床一下。對，基本上我就是大概6點左右會準時到雞場裡面開始做巡視。主要一開始進去就是看一下雞隻起床的狀況，再就是看給水有沒有正常。什麼叫做雞隻起床的狀況？會有給馬暈床，會有母雞賴床嗎？有的會，還是會有點在萎靡，就是在昏迷的狀態。哦，還沒醒。還沒醒，半醒。有些會覺得他還是覺得有點累，他就會一樣蹲在那裡睡覺。要叫醒他嗎？哦，不會刻意。通常人進去，他知道有人進來，有些就會漸漸的就會醒了，這樣子。是。那接下來就會看一下我們給水的狀況，因為雞醒來第一件事絕對就是喝水。按孔天這麼健康？他們就是先喝水，因為他們睡起來的時候就像人一樣，起床會口渴。對。那第一件事，他就是會喝水。推薦大家起床喝500cc 溫水。那大概7點到8點之間就是我們的餵食時間。就是給他飼料，給他飼料這樣子。那接下來就是我會開始去打掃周邊的環境，先注意一下。然後接下來就是他們的產蛋時間，大概幾點到幾點？大概是8點左右到下午1點，這個是它的高峰的生產期。就係吃飽飯都中午過一點點。大概90% 的雞蛋會在這個時間內生完。哦，後面就幾乎都不生了。會比較少哦，但是主要會在着重在這個週期裡面。對。所以到這一段時間，它產蛋產完之後，就是也是算你順便去打掃環境之後嘛。對，就是巡視一下，看昨天晚上的那個周邊，看他們有什麼其他的外圍有什麼異狀啊之類的，這樣子。產完蛋之後需要撿蛋。我撿蛋啊，撿蛋完之後，下午就是我就是邊整理雞蛋、收集雞蛋、包裝雞蛋的時間。對，那下午就是主要，比如說大概都是2點之後，就是我個人送貨的時間。基本上所有的雞蛋95%都是我自己本人出去配送的。哦，就當天這樣撿完就當天就送出去了。通常是說我今天撿完的雞蛋，我會是做今天的整理而已。那我是通常是今天的蛋是隔天賣，因為不然我沒有這麼多人力，而我自己一個人做。完全沒有辦法做這麼馬上單出的狀況，因為我不是像其他的飼養方式，他們用機械化的方式去取代人力，那有可能達成。那像我們這種幾乎是全人工的狀態的話，比較難去克服。
对，古时来同大家来分享，刚刚有讲到鸡肉鸡的方式，有讲到他养这个蛋鸡的方法。其实第哈贝蛋糕其实也有写是用平饲法，对不对？对，叫做平饲法。我们叫做平饲。平饲法黑马该意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简单来讲，其实饲养的方式，其实大概全台湾来讲，大概有分3种。第一种叫做笼养笼饲，第二种就是平饲，第三种叫做放牧。那我的主要是采平饲的方式。那简单说一下笼养好了。笼养就是现在大部分，全台湾大概现在占85%到90%之间，还是以笼养的方式去做饲养。那我们是占于大概平饲与放牧，其实现在其实还占不到10%啦，还不到10%。你说全台湾呢？全台湾用平饲跟放养这2种方式是占不到10%。不到10%。对，那很少哎，其实还不算多，但是因为这个比较着重于有那个动物福利或者是友善的这个观念的人才会比较会去注意到我们这样的商品。确实係因為確實有一件事情，因為前一波嘅大家係有看到新聞嘅話，就有看到有人去應該係去那邊買一個品牌嘅雞卵，啊，雞蛋糕有下它是就是對動物友善的雞蛋，但是後來要到消費者去查證過後，給發現好像其實不是，所以就有一點點小小的風波。所以我們也借由就是基本上就是有呀雞嘅人親身來到咁樣旁地路，就請你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其實所謂的動物友善的飼養方法是哪幾種？主要就是平飼跟友善，那個放牧，對，平飼跟友善。那主要這個重點就是雞隻是可以腳踏實地在地面上的。哦，都得出去行啊，出去走一走。對，他們有主要就是一定就是它是放在地板上，讓它有足夠的空間去做活動。那還有一些可能說棲架啊，可以讓它去做。爬上去，飛，或是有一些空間它可以飛行，可以展翅，就是那個是其實雞的展翅是它的天性。所以我是觉得说，要以这样的方式去饲养鸡，其实会比较快乐一些。哦，真嘅呀，雞嘛動歡喜，當然雞供出來嘅卵，它就比較健康嘛，對不對？健康的雞生快樂的蛋，健康的蛋，健康的雞生質量會比較好一點。對，但是其實剛剛有講到你是平飼啊，還有那個一類給團叫做放養。那其實一般消費者可能他就會比較希望可以兼顧到動物福利，故所大家就會想講，那為什麼已經平面了，那我為什麼不能放養呢？其實實際上還是有一些困難的，對不對？對，那其實以我現在場內的狀況呢，其實就是我是以可以半放牧的狀況，其實讓雞是可以稍微出去做散步的，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附近一定圍網都要圍好，因為可能會要防止野外的野禽，就是飛鳥、候鳥，或者是說野狗、野貓等等之類的，會去侵犯到那個所謂雞的環境，它的場域。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是要遵照這個法規，照這些方式去做飼養。那我會放出去的時間，其實就是我剛剛說的，它生蛋完之後，約莫只要是天氣好，我大概是下午2點之後，我會讓它出去放風一下，出去行啊。那大概只要下午大概天黑的時候，就是用一些我自己的方式，就比如說放一些飼料，讓它知道說要吃飯了，回家吃飯了，然後把裡面的光打亮一點啊，讓它知道說現在要回巢了，要休息了，它就會回到我們的室內區做休息，這樣子。好可愛哦！但是剛剛子玉有講到一類愛臭青蟲也有給手材，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要有防護的網子。那除了要防一些其他的猛禽之外，你也需要防野鳥、候鳥。其實要懂蟲有，因為唔啲 no 不給掉的油嘛該平，那鳥類的疾病是會互相傳染。對，沒錯，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所謂叫人畜共同傳染疾病。那尤其就是大家着重現在的一個重點就是禽流感。對，那禽流感的問題是對於雞非常嚴重，那可能只要一開始發現的是一隻10隻，一個晚上可能就是100隻1000隻，你可能整個場子很快就會倒了。沒錯。所以
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饲养主会想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不是说为什么不放牧，没按呢，是因为给放牧给条件，嘿，给种唔得，接触到要的野生的鸟类啊，或者是甚至候鸟这些，你不能让这些鸡跟这些野鸟有任何的接触，不然它就很有可能会有传染疾病的风险。没有错。对，所以其实酸亚黑一种就是子睿吃豆，你觉得可以好好的管理，然后也可以让鸡很快乐的方法，用半放牧的平饲的方法。对，是。所以子睿有讲到，你是一个从很年轻就决定想要做蛋鸡这个事业给你。故事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当初为什么会决定这么早就决定想要做这个行业这个事业？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是接触农业，毕竟从爸爸那个阶段我从小其实就接触爸爸以前在养肉鸡。那在这个爸爸肉鸡其实养得很厉害，对不对？其实爸爸养了40年了，人家说这个就是非常老成老师傅等级了，考不倒等级的了。肉鸡小王子你没有啊，所以但是后期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想要去接触不一样的鸡种，主要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刚好遇到管理牧场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我养蛋鸡发现鸡这样生蛋才开始引发我的兴趣。对，那主要因为这样接触农业，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时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喜欢这些户外环境的东西，或者是大自然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不想要做工厂那一类的工作，我就觉得我想要投注在农业上面。哇，故说有感受到子睿同专业，同大家来分享呀，休呀出产呀结论，还个休结有那条轻专业的事情，而且休息一下，等下还有含较多的故事要同大家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做到福起来咧！我係仲要向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生產結論青後上嘅青年農民子睿，來同大家分享。剛剛有講到子睿嘅爸爸頭擺就係學雞，學到東強，因為家嘅牛都買本這個大廠牌的素食餐廳嘛，所以很厲害，已經算是有一個非常厲害的背景。但是呢，他自己去改咩學習的部分，也是學習這個領域，沒有錯。然後呢，出來工作，還是一樣回到這個我覺得蠻辛苦的這個農業的領域。不過這個結果算是本人想象得到，但是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堅定的選擇，因為你第一做亞件事情，做亞在紅亞，聽說是有他非常非常辛苦的地方，而且你也學習到了他的很多的專業的知識，但最後你還是繞了一圈，決定你要回來這裡，還是要在這個產業再進行。是什麼原因讓你這麼堅持？因為其實我看過爸爸的辛苦，我想要轉變一下這樣的環境，讓爸爸這樣飼養的狀況可以去做改善，主要去做一個轉型。因為前期肉雞其實到後面養的會比較辛苦一點，因為有一些飼料廠的關係啊，或什麼的等等的，所以讓我覺得說，因為蛋雞呢，主要是因為我以前接觸之後，我覺得有一個想法叫做，養了蛋雞，它每天看到蛋，我就有機會賺到錢。那我也覺得說，這個是那個附加的價值，但主要是我想要學以致用嘛。對，就不要浪費自己的專業，我想要把自己的專業對讓大家看到。真的，所以就真的是回來家裡。但聽說爸爸一開始其實也是希望你是承接肉雞場，就是承接肉雞的這個事業的，對不對？是沒錯，因為他覺得以肉雞來講，它是一批一個批次一個批次去做飼養的。那這個就中段會有一個休息時間，會說喘口氣。對，可以讓自己喘口氣。可是蛋雞不一樣。它基本上365天，天天會生蛋，對，所以你沒有辦法有休息的時間，就是要長時間的去休息。你就要減啊。對，每天都有基本上的基礎的例行工作要做。哈，那你真都不卡，應該說你回來開啟自己的這個蛋雞的事業，都養它多少年了？今年已經滿5年了，滿5年，邁向第6年了。
5年当中，你有休假吗？没有，我一天都没有休息。天哪！日复一日，每天就是不断的 review 每天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休假的日子。没有休假，我也没有去哪里玩啊，或者说除了送货到外县市之外，我没有到外县市去做玩乐啊，或者是旅游这一件，真的是这5年来真的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也没有做过。你们会吃到安永很辛苦吗？不会。真的很辛苦，可是毕竟这个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乐在其中，你就不觉得会累。当你乐在其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毕竟有兴趣的事情做起来就也很快乐。哇，其实运动投入做一件事情，韩国要因为自己有兴趣，韩国没有专业，故所一直坚持做到亚哈。已经进入第6年的时间，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蛋鸡场是承接爸爸跳白秀给的那一个鸡舍，对不对？但是当然你有做了调整，有做了更新，做了哪一些调整？其实当时的连旧鸡舍其实有些都会漏水了，都会漏水。其实很多建筑的基本上的外围结构其实都已经需要做更换。其实我基本上已经完全全部翻新去做一个，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了，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对，那今年开始，因为有想要把友善养殖彻底的达成这个部分，所以我引进了一些新的设备，包括新式的防进口的产蛋箱，那还有一些高床设施，其他的卫士的设施，还有一些主要的电控系统。是意思要让它吹风扇，就是有降温。对，我们也有温控的那个控制箱，那里面的控制其实有包括温度、湿度，还有其他二氧化碳，甚至氨气的浓度的检测，这些都有。那风扇，比如说举例来说，风扇就是当温度达到20几，比如说我设定28度，我必须开启风扇了。我就把它设定在那里。那当温度一达到的时候，它自己就会跳启动。那马上去启动风扇，让鸡只可以去排解它里面的热气，让它可以过得舒服一点。对，所以已经开始就是让这个设备更进阶，甚至更自动化。对，包括光照也是，有办法去控制说，我想要几点点灯，几点熄灯，让鸡可以。那主要是补足啦，我们的鸡是有办法看到阳光的哦。就是，可是有时候天气不好嘛，因为桃园，对，没错，因为我们也比较湿，有时候我们在山高处比较容易有午后雷阵雨，所以这个状况就是你要去看自己当下的状况，去决定说我今天要几点点。因为母鸡很需要晒太阳，就是有光，对不对？那这样其实毛色会比较顺、比较漂亮之外，鸡冠也会又红又漂亮。有光照跟没光照的鸡，其实光外观就看得出来了，真的没有错。所以尤其是鸡冠，我们是又红又漂亮。对，所以就用这些设备去补足它。对，没有错。那我就很好奇，像安永哥说，我们是生产蛋鸡的这样子养鸡场，但是小鸡的来源也是自己孵吗？还是说是另外有小鸡的来源？它主要是像那个总鸡场去做购买，因为我们是用规模的饲养场，比较难说自己去投资一个大型的孵化机来做自己孵化。那主要就是由总鸡场那边向他下订单，请他帮我孵化多少只，然后你去带回来。那我大概就是他告诉我说，那一天要破壳，第一天要出来了，我就过去载他，马上就载回来家里去做饲养的动作，这样子。所以你会去给它有谁咋个给字？是。可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应该是我忘记什么课，自然课吧，应该都有养过小鸡。小鸡其实不太好顾，对不对？尤其是你一次顾懂多早，要顾很多只。没有错。我大概一批鸡大概就是2000到2500只左右。2000，大概是2000到2500只左右。等一下，我们现在太赶快这里看到那个样片，好巧哦。这个只是某一圈而已哦。天哪！这只是某一圈而已，一圈大概放养大概是800到1000只。好可爱呀！800只左右，没有错。但是你一次要照顾2000多只小鸡，因为小鸡的温度啊，最好的就是一定要在36度以上。这
么高温，不可以低于36度以下。那很热哎。其实是进去对于人来说是很热的，对啊。可是鸡来说是温暖的。你低于它的时候，因为它刚破壳的时候，它在壳里面是很温暖的。哦。孵化鸡里面的设定，对，它会不适应，所以你要非常注意里面的温度。我们就会用红外线加温器去补足它，去让里面的那个环境的温度有达到这样的温度。对。那你需要就是比如说要做什么样照顾它们，还是说要陪伴它们？要怎么样照顾这些小鸡？基本上就是你就是把我爸爸告诉我的，养鸡就把自己当鸡，你就会知道说鸡想要什么样的环境，要怎么样生活。那最主要小鸡就是温度一定要控制好，再来就是换气。那你鸡饲养的话，就是它氧气不足，它就会可能会昏厥。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氧气不足，它也一样会昏厥。所以一定要注意通风，因为加温的过程之中，其实二氧化碳的氧气浓度会渐渐的会减少。所以你在换气的这个部分一定要非常注意，不然鸡只一定会有死亡的状况。那这样子很密集的小鸡在，就是你要照顾它们的时候，你需要陪它们吗？对。像通常我在第1周的时候，我基本上是陪着它睡觉的。我睡在鸡舍里面，因为会担心说它们会受到外界的干扰，因为它刚开始到这个环境它是不适应的，就像小孩子一样，他对这个陌生环境是会紧张的，所以他们可能会造成拥挤的挤压或者是踩踏这个状况，所以会造成意外的死亡，所以必须要在那里让他们在夜晚之中也会。因为我们是野外的环境，会有一些可能竹子的竹林声啊，或什么会影响到它对于那个环境的紧迫。所以为了让它放松陪伴它，我就会在那里照顾，让自己的鸡可以平安的成长。36度要在那边睡觉1个礼拜。其实冬天很温暖哦。冬天很温暖。冬天真的很温暖。但夏天好痛苦哦。对，会有分春鸡跟秋鸡啦。哇，对，还是很辛苦，要在陪小鸡睡1整礼拜，很难想象。对，那像这样子的小鸡这样子来了之后，然后你就把它慢慢的养大，然后最后就是成为这样子的鸡蛋，然后跟你的消费者分享。但是其实泰嘎不熊都一件事情，就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讲到，台湾有笼饲蛋、平饲、放牧。不同方式嘅育雞率，育雞嘅方式。那但是这种育雞嘅方式，差別動態，鼓手商品嘅價錢差別沒動態，他們的價錢其實落差是有的。其實沒有錯，其實像白殼，有些人說白殼跟紅殼，其實它就已經有價差了。為什麼？主要是出在於雞種的問題。因為白色的種雞呢，它的孵化的時間跟它的種蛋的價格是不一樣的。所以造就於其實紅雞的價格比較高，會比較貴。對。那它育成期也比較長一點點。所以光種雞的成本就已經比白色的白蛋的雞稍微再高一些了。那接下來是因為我們飼養的方式主要以全人工為主。那我們放出去，因為簡單來說，一樣的飼養面積，像我可能養了2000隻。那這對他來說是很寬敞，可是如果變成籠養的，我可能可以養到6000到8000隻，那4倍。對，這個就變成土地利用的問題啊。那如果是這樣，誰會不想賺錢？但是我是覺得我對雞好，才是我的根本啊，是我想要做的，所以這個也是成本的考量之一。當你土地面積只有養這樣的產量的時候，你的成本自然而然就提高。沒錯。那再來還有是飼料方面。當你飼料也有分等級的，對，當你飼料等級吃得好，那它的成本自然也會高。對，我們剛剛你講的土地的這個資訊，我們就可以知道可以差4倍了。所以你就知道，價錢不一定會高4倍，但是成本可能就已經差了4倍這麼多。故數其實還有懂得清辛苦的素材，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
好，欢迎大家又到呼起来咧，我係综艺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對桃園來嘅青口上嘅搶眼農民之餘，我同大家來分享佢身上嘅結論。當然啊，阿權妹今日到家都還忙吃東西，他總算都在吃東西了。我終於可以吃東西了，因為我通常錄影很常在吃東西。對，那今天終於可以吃了。對，而且。子睿超有自信哦，非常有自信哦。说到这个，我眼睛会亮，真的哈，真的。而且一共，他今天本来色的黑，就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水煮蛋，什么东西都没有。最能吃出蛋的原味就是水煮蛋，这样很勇敢哦。对，我对自己的蛋非常有信心，而且试试看看。而且这个是煮全熟的水煮蛋，是，然后就是外面都快要有那个煮出那个绿绿的那个颜色，就表示它真的是已经熟到很熟的状态了，没有错。但是至于跟他同来讲不会干，你确定哦？绵密扎实，非常好吃。那我要吃喽，试试看。完全没有腥味耶，没有，而且是有蛋香味。哎，我们是有蛋香味的，不是有些人吃下去，蛋没有味道。为什么不会跟别的蛋这样讲怪？为什么比较不会卡喉咙？我觉得这跟我们的饲养方式跟环境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环境处于一个山凹之中，没有任何的邻居。那我们的鸡主要也是喝山泉水，这么幸福。对，所以。我觉得友善的自然环境加上那样的条件，我会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优势。所以我觉得我的鸡蛋，我不敢说我是最厉害，但我觉得我的鸡蛋，我就有绝对的信心，一定可以让客人吃得很高兴。对，因为其实乱凤全熟的，我其实会刚一开始真给推自律吃的，我觉得有一点担心，我很怕它真的会干。因为我就说嘛，我这几年就是运动健身吃蛋嘛，就吃懂都乱。全熟的蛋、半熟蛋就是懂豆，但是全熟蛋它部分就是真的会，你吞下去的时候，那个蛋黄就是很粉，很噎口，对嘛？就是有些也不会港豆。我刚刚就很担心，会不会舌跳台还有节目上没办法讲话，但是自律就跟我说不会，不用担心，它真的是很绵密的耶，就这样子就吞下去，对，光口水吞一吞就下去了，就不会卡喉的感觉，不会。哇，然后就真的很有自信的水煮蛋。没有什么其他的味道，也没有其他的腥味，然后乱趴 QQ 的很好吃，很扎实，谢谢，很有弹性。对，所以听说这个鸡蛋有日本的客人给你很高的评价。没有错，因为那时候刚开始，那算是创业初期。创业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我一个姐姐的同事，那他分享给他的朋友吃，但我没想到他是一个日本人，他反而回传到我的粉丝专页跟我说，这个是他吃到他最像日本鸡蛋的鸡蛋。因为日本人对蛋要求严格，他喜欢吃半熟蛋哦，他会觉得说，真的是很浓很浓的鸡蛋的香味。他说真的非常像他们日本的鸡蛋，对，是他主动回传给我的，所以让我觉得非常印象的深刻。对，很有被肯定的感觉。对，而且是日本人。日本人对蛋的要求很严格。对，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对你的理念的肯定啦，因为你就会希望不拿给马，让你的母鸡们可以非常快乐。而且他也说他只买友善的鸡蛋啊，现在大家都越来越重视这个。对，我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去做这样的挑选。确实，我们虽然还是要吃这些蛋，但至少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它是比较快乐的。对，那吃的蛋，它这个母鸡快乐，蛋就健康嘛，然后你就后生，这个是一定的。故说可能大家对鸡啊、鸡嘛还有懂得问题唔低，故说今日嘅复习卡拉 OK 就来同大家来分享大家不一定知道的冷知识，我们叫它但是。好，我们来请这个自律来同大家分享一点但是这些跟鸡蛋有关系的知识，比如说母鸡也会遇到难产的状况吗？其实是会有的，因为鸡其实我觉得鸡生蛋就像妈妈生产小孩子是一模一样的意思。那只要像我分享一下，就像眼这里的双黄蛋，对，就是一个例子。其实鸡当生到双黄蛋的时候，其实它的产道是会被撑开的，有可能会造成撕裂，它的产道撕裂。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这边是有双黄蛋的，跟一般的蛋，这个是有明显的差距，差很多哎。
这个 size 差很多。对对对，所以这主要是用光照啦，光照去做判别的。哦，用光照做判别，对也不是单纯从尺寸上做判别。它是一个依据，但是确实一点就是要用光照。哦，所以你在出货前还会经过光照这一个步骤，去筛选我们的鸡蛋也是用这个方式看有没有裂损。每一颗，快速的。哦，快速的，但是每一颗都要。对。所以如果遇到这么大颗的蛋的话，母鸡就有可能会难产。对，它有可能会胎死腹中，造成它死亡。它可能也会死掉。对。哇，有可能胎死腹中。那怎么办？你会发现它肛门大量出血，那只能为它祷告，感谢它的付出。要怎么帮？有办法在可能帮助它推肚子啊之类的？有机会，就是在它的产道方面，它其实有点像那个有弹性的因为也不算肌肉，但是我觉得在它那个肛门的两侧有一个它在用力的地方，你稍微去挤压它，不要一直用力的挤，是像有顺序的这样。有节奏的，有点类似像在挤牛奶那种那种意识，顺的这样都会挤一下，然后它肛门就会出力开始挤，那就可能就可以帮助它去做产。所以我刚好遇到难产的，如果有看到的话，我会去帮助它，但是不一定，因为它会在产蛋箱里面。鸡有一个关系，它喜欢在比较阴暗有隐蔽性的地方去做生产。对，所以你看，我生产结论和我鼓捣鸡嘛，这个讨论的时间可能都那么困难，有机会发挥了给天数。好，接下来这个母鸡孵蛋，但是却不会把蛋压破。这个我小时候做过一件蠢事，就会拿给卵，然后就把它外面围布，然后就坐在上面。基本上鸡蛋哈。因为只要你受力均匀，基本上鸡蛋是不太会破的。真的吗？对，因为鸡蛋的两侧，对，尖端跟钝端，其实如果它的两侧的受压力是蛮高的。你说因为一边是尖的，一边是钝端，它们两侧的其实是抗压性是比较好的。哦。那其实如果你是受力均匀的状况，因为鸡的那个腹部。它是有一个圆弧形的，其实它孵在下面对它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就鸡胸的构造。对，它会在它下腹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孵在那里其实是很安全的，因为受力是均匀的，所以基本上孵蛋是不会破损。母鸡在孵蛋的时候，蛋是这样摆的吗？是横的摆的吗？还是不一定？其实不太一定，是看它勾进去，它是用自己的喙去勾到它的肚子底下孵的。哦，所以有可能这样，有可能这样，但基本上都是躺横的。哦，基本上都是躺横的，不会立，因为立的它不舒服。哦，会戳倒。对，基本上是横的。哦，原来，所以其实它的受力的那个力道是蛮大的。其实你自己就像我们这种鸡蛋，你自己拿起来捏都是不可能破，就算你是大力士，要它破，其实还没几个人，不太可能。没有，我不敢，我怕把它捏破。好，第三个就是鸡蛋的两端形状不一样。但是母鸡偶尔那时间，它在生蛋的时候，会有一边比较长是先出来的嘛？就是因为我们的鸡蛋有圆端有尖端，有分尖端跟钝端。对，那主要其实是钝端，主要是以钝端为主。这边先出来，因为钝端有气势。就像我们在摆设，简单来讲就是钝端有气势，所以像我们摆鸡蛋在冰箱里面的话，也会叫你鸡蛋那个钝端要朝上，才比较容易保存的比较久。这就是因为气势的关系。如果你把气势向下，它的气势会不断的扩张，那你的存放期就会比较短一点。所以母鸡在下蛋的时候，它是从主要是钝端啦，书也是写钝端，但是其实我在饲养的过程之中有发现，其实是尖端也有的。等一下，几率都是有的。你说你在饲养的过程中发现给马欧乱时间没有空能堆鸦片呕出来，那就表示你要这样盯着它下蛋呢。对，其实我是有去做记录的，真的，我会去做观察。我其实对于这些动物观察，我是有兴趣。你是真的有很大的热情在这个产业上面。其实有热情才做得久啦。真的，我有完全的感受到自律的热情。故说，知道大家做在来好好的想一下，还讲，你平常是好生人，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不吃蛋吧？大部分人应该几乎都有吃蛋。
那伊咩係伊咧清好嘅營養嘅食材，故所睇有做嚟上課啊，按用嚟來凸顯對動物嘅福利好，啊又對自家身體貢獻好嘅來，啊韓國有按同樣嘅後生嘅青年農民做嚟好好來支持一下。故所今天謝謝子睿來到節目當中跟我們分享，謝謝。什麼太噶？安之 C， 安之 C。什麼安之 C？ 那什麼天時嘅條件，觀眾朋友嘅舒快休息一下，等下強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